Hello，各位家長，你哋好。今日黃老師咧要教你哋用1分鐘之內啊，喺 AI 整一個不公詞填充嘅練習俾自己小朋友啊。進入呢個 DeepSeek 頁面之後咧，我哋首先就將自己要做嘅不公詞填充嘅圖片啦、照片上載上去平台先。然之後啦，我哋要同 DeepSeek 講佢嘅身份咯喎。你係一個香港資深嘅小學中文老師啊，而家咧要製作一份不公詞練習嚇。練習嘅題目題型係啲咩咧？句子填空題。按你嘅喜好做選擇都得啦，你可以係填空題、選擇題啊，又或者係任何你諗得出嘅題型咧，佢都可以幫你做。就俾小五嘅學生，題目要生活化，咁啊要調亂題目次序，講好你嘅要求之後咧，就可以交俾佢啦。我哋而家咧即刻 jam 一份，睇下呢個 DeepSeek 咧會整咗啲乜嘢出嚟啦吓。好嗱，而家咧佢就可以開始整緊呢一個每一題嘅填空題啦。嗱，你見到咧佢嗰啲題目咧就基本上係好貼近生活嘅，譬如去迪士尼啊、練習鋼琴啊、屋企人關係啊、媽媽啊、弟弟啊咁樣樣。大約咧嗰個深淺程度，你又可以再按自己嘅小朋友嘅能力去調整嘅喎。嗱，佢分別分咗兩部分，第一咧就係不公詞詞語填空題，第二咧就分咗成語填空題，最後啦就仲有呢一個答案。嗱，當然啦，呢一部分咧係 AI Jam 出嚟嘅題目嚟嘅，佢咧嘅錯漏咧係會有嘅，都係，所以我哋俾小朋友做之前，最好自己都檢查一下。但係如果你話，誒，我好急需要整一份卷俾小朋友，我等唔切老師做啦，我亦都買唔切啦，聽日就考試啦。呢一個 DeepSeek AI 咧係非常之幫到各位家長啊，可以臨時出一份練習俾小朋友噶吓。希望呢一個小技巧幫到你哋啦吓，再見。